Hello，又係我肥魚啊！今日4月7號嘅第二日，4月8號啊！大家話好嗎？琴日嗨咗幾多啊？你今日嗨咗未啊？尋日銀紙咧就跌咗3021點啊！唔知大老闆有冇買股票咧？希望佢有啦，咁就更加體會到我哋有幾咁傷心啦啊！我早講咗金融之王會發神經噶啦，仲有啊，而家只不過係開始啊，嚟緊仲唔知有幾多次交涉行為，即係現在啲基層咧唔會感受到咩影響嘅，攞少少時間啦。嗱，我話俾你聽啊。另外咧，嗰啲冇樓嘅成日都話想樓價跌到地底價，想買豪宅我，唉，講真句，如果政府而家再唔出手救市咧，真係分分鐘會發生。不過咧，我1000%話俾你知，你哋到時咧都唔會買到樓，因為到時候咧資產會瘋狂貶值，啊，銀行啊，包括全世界，包括銀行啊，都會破晒產。冇人會出糧俾你，銀行亦都唔會借到錢俾你，到時你連買個麵包都買唔起，到時咧就只有啲手持大量現金嘅資本大鱷咧可以掃貨，資產被瘋狂洗劫啊！係咁啦，大概首先我聲明啦，我唔係抹黑個經濟。我淨係想你哋認清楚而家咩環境，而家打緊貿易戰啊，係戰爭啊 ，OK？ 雖然你唔會見到血流成河啊，但係民生必定會受到好大影響咯。雖然中央嘅官員都話天塌不下來，但我都對祖國好有信心。但係講真，死傷就在所難免㗎啦。所以現在係求生嘅。大家清醒啲啦！唉，中央一直都有話出手救樓市㗎啦。今日無論中央同埋內地企業都出手救股市啦。大老闆，澳門得個樓市，你都響應下中央啦，出下手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最後呢，我想同一啲仍在努力生活嘅朋友講一講，千祈咧唔好因為少少挫折咧就氣餒。我哋中國人咧從來都唔怕困難，我哋一定可以撐過去。學下袁崇煥將軍話齋，刁難啊，頂硬上，大家互勉之。